各位来宾朋友，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我是上海东方电视台的主持人韦祥东。我也是上海东方电视台戏剧频道的节目主持人，我是钱云。欢迎各位呢，在今晚光临艺术舞台观看《雅歌满江南》粤剧七派演唱会。那么，在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戚亚仙老师逝世1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呢，戚亚仙老师的女儿傅杏文和她的得意门生金靖呢，联合组织发起了这场气派艺术演唱会。那么，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戚亚仙老师呢，在他60年的舞台生涯中呢，创造了质朴委婉、朴素深沉的气派唱腔。这个气派唱腔呢，是粤剧旦角的重要流派之一，在我们广大戏迷中呢，也是广为流传。对，同时呢，戚亚仙老师还塑造了一系列非常光彩亮丽的舞台形象，有《白蛇传》中的白娘子啊，《血手印》中的这个王千金，还有《文姬归汉》中的蔡文姬等等，都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赞赏。那么我们今天演唱会的开锣曲呢，就是在戏迷中广为流传的气派的粤剧开篇《婚姻曲》。对，为大家带来这个精彩的表演，唱的是来自南翔小百花艺术团的小演员们。那么为大家领唱的也是我们的一位这个小七派演员张丹锦，他是小梅花金奖的获得者。热烈的掌声，有请他们。四月平安都逍遥，7年间。
那么大家都知道，《龙凤花烛》呢是戚亚仙老师在50年代的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没错了，也是戚派的悲剧剧目的代表作之一。其中呢，4季1的唱段呢可以说是脍炙人口、久演不衰的。对，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这个4季1的选段的呢，是来自杭州黄龙越剧团的王航娟，那么她也是浙江越剧新10姐妹的获得者。我们给这个姐妹剧团的演员多一点热情的掌声，好不好？
嫂嫂家大要牢记，安藏尽都莫荒废。但愿你遇着一人生死之娘死俱结盟。今天啊，好戏还有很多。接下来呢，还要欣赏的一出戏呢，就是气派名剧《玉堂春》。对，玉堂春这个戏你听说过吧？当然是一出京剧的这个传统剧目。是啊，京剧的玉堂春呢，梅上承荀这4大流派呢，他都演过，而且是影响非常大。但是我们的夏仙老师呢，把这个京剧名剧《北花南移》改编成了粤剧，一样是广受欢迎。那么今天呢，就请大家欣赏其中的选段《游院出狱》，为大家请到的绝对是我们七臂的2位非常优秀的传人，他们是夏仙老师的大弟子朱祝芬和毕派小生杨文蔚，大家掌声欢迎。请问苏三姑娘芳名？苏三。哦，对对，是苏三，是叫苏三啊。这我早已知道了。今日我乃是慕名而来呀。
三世，只为家贫女在花，是有美生呀谈长，将以欢笑作用长，满身紫彩。来收账，满人啊，在十分方面，我今日有缘为姑娘，姑娘啊，我要想。夏仙老师除了演唱了很多这个越剧的传统戏以外呢，还演了很多的新编历史剧，比如说有屈原，他演的是他的屈原的学生婵娟，还有这个相思树啊，以及这个闻鸡归汉，都非常的精彩。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3位气派弟子来演唱屈原、还有闻鸡归汉和相思树中的精彩片段。他们是来自浙江艺校的钱丽文，来自静安越剧团的邹红和来自南京越剧团的朱琳，咱们掌声有请。有请。到不是金梅树上。
梦想找到郎君的，我亲手施主上子句等郎一三年句。
少怨与多少恨，本既是亲生长女被同生，历尽灾难古来人真相啊！据高位我全兵下军令，送千军，天下就是发平定，大明珍惜人爱生，国民是非俱愿争，要塞乱不败人心，愿人想快一快，人不山林的风土文，听一听，为国内人干秀美丽，背负爱情的心再不得立志和好的总是下不得四川无名的冤我们越剧呢讲究一个叫生旦配。对那么戚亚轩老师呢，在60年的舞台生涯中呢，跟很多优秀的小生呢都搭配过。比如说尹桂芳老师、尹桂芳徐月兰老师、毕春芳老师，还有一个就是竹水昭老师。竹水昭老师。那说到竹水昭老师呢，无论是在早年的芳华越剧团，还是在后来的云华越剧团，戚亚轩老师啊，都与他有过非常成功的合作，也为观众朋友呢奉献了很多精彩的好戏。今天呢，竹水昭老师的女儿竹小昭，还有戚亚轩老师的女儿呢傅杏文呢，将合作演出我们越剧一个古子老戏《梁祝》中的《石相思》选段。好一段《石相思》，寄托了我们对戚老师的无限怀念之情。我们掌声有请两位。爷妹，愚兄绝不远离。你可知，我为你一路上奔奔爱你。
我死在你家，总不真两块红的刻上我做银牌，黑的刻上你俩三妹，一代不敌双人，双人不能夫妻配，两兄啊各留一只永长位，四后庭呀身上背。那我们知道啊，在越剧界呢，戚雅仙老师是和袁雪芳老师，还有呢这个傅全香老师，包括这个王文娟老师啊，齐名的越剧四大名旦。对，越剧的四大名旦。同时呢，他还和沪剧界的杨菲菲、戏剧界的梅兰珍，还有评弹界的徐丽仙老师呢，并称为戏曲四姐妹，也是戏曲界的四大悲旦之一。那么说到这儿呢，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今天呢，我们戚雅仙老师的好姐妹，著名的沪剧表演艺术家杨菲菲老师也来到了现场，热烈的掌声请出她。杨菲菲老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让给杨菲菲老师了。你好，杨老师，跟大家说几句话吧。亲爱的观众们，今朝呢是我们戚雅仙纪念伊700年的专场演出。那么我看到介许多的观众，天门蛮冷，在四面八方赶得来，侪是来看雅仙的专场。我心里非常感动，也非常高兴。我只好代表我们雅仙妹妹，向广大观众表示衷心的感谢。戚雅仙的艺术呢，是辣辣群众当中印象很深很深，不但是辣辣我们上海、广州两省，包括了外国。但是伊拉培养第二代搿辰光呢，伊是真是自家一切都不顾的。因为雅仙呢身体是一直不好的，葛么我有场要打电话去，有事体要对商量，那雅仙不辣啦，等些回转来，我讲雅仙侬到哪里去啊？伊讲侬我到杭州呀。葛么过推想我有事体要寻伊，伊要打电话，伊不辣啦呀。
哎呀，先侬到哪里去？拿我了宁波呀！一些杭州、宁波，反正江浙两省东跑西跑。那么伊讲呢，因为学生子多，有演出嘛要去辅导，要去关心，就说明伊对培养第二代呢，自家的身体不够，一切疲劳侪放弃，为了这个事业，伊对培养第二代的接班人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祝侬七派艺术发扬光大，后继有人，侬代代相传。谢谢观众，谢谢谢谢。好。什么？杨子，你看你能唱一对。既然拿的那个热情，我不好少拿兴趣。我稍微唱两句表表心意，唱得不好，请大家原谅。好，谢谢杨老师。还是唱两句传统节目马红玲，好吧？六月五花啊，接里心。理想走出繁风迎，今日是丈夫出门迎宾客，大娘为穿娘家门，公婆沙沙走亲眷，留我看守在家等。谢谢。好，非常感谢杨菲菲老师啊，这么动情的讲述，这么精彩的演唱。我们在这儿呢，既要祝愿气派艺术源远流长，更要祝愿我们杨菲菲老师身体健康，我们的沪剧杨派艺术也源远流长。好，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请大家欣赏很多好戏。那么大家都知道，戚雅仙老师呢素来演悲剧见长，他是悲旦。但是戚雅仙老师呢也演过一些非常搞笑的喜剧，最有名的大家都知道，那王老虎抢亲。那么我们今天要请出呢，就是由上海越剧院著名的原派花旦方亚芬和越剧院著名的毕派小生丁小蛙合作演出的王老虎抢亲中一段非常搞笑的一折戏，那就是祭龟。那么有观众，我今天说了，这方亚芬不是唱原派的吗？怎么今天唱起气派来了？其实啊，这方亚芬呢，在进上海戏校之前，她是宁波镇海小百花豫剧团的一个非常优秀的旦角演员。她当时呢，唱的就是气派，而且最拿手的呢，就是这个玉堂春。那么今天呢，她演王老虎抢亲里面的这个小姐，在上场之前呢，方亚芬就很紧张，说：“哎呀，我这唱原派唱惯了，唱原派我是一点都不紧张，我晃着就上去了。唱气派，我现在浑身都发凉，手都发抖。”那么大家给方亚芬点掌声，希望我们方亚芬和丁小蛙的合作呢，也跟她唱原派一样，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搞笑。早
房内灯火未熄，莫非他还没有安睡？哎呀，谁？是我啊，姑娘，你怎么还不安睡？那生地方睡不着，还是让我回去。姑娘，此一夜深是何去的？反正我也心绪不宁，不想安睡。姑娘，我们还是坐下来谈谈吧，切不要打扰了小姐。不妨事，请坐。姑娘，你家住在哪里呀？小姐呀。
讲，姑娘，这朝前胜利的后面呢？后面。有名的人家哦，小姐，你要问的是有名人家。这有名人家哦，倒是还有一家，还有一家啊，姑娘你看来把女长去开花灯，只为你哥哥王老夫把我当做媒家人，抢着夫要人情，我千言万语难脱身啊！他把我强留小姐的闺房来，这真是美满姻缘天中。叫我今儿真做人，我撩起罗裙出门去，小姐要与哥哥把礼宾，小姐慢来慢来。小姐千万
句句话儿打动心，个个迈往都江里去了，反而话事情。王守英为周文斌，废寝忘食4年生。今日巧为在楼台，我不想对明月许中你既是周文斌，你修改对天门事以表忠心。我们知道这个《白蛇传》呢是戚亚仙老师啊早年演出并且呢长期流传的一个保留剧目啊。那么其中呢合播选段中的《为了你》也是脍炙人口的一段。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为了你》的唱段。为大家请出的这个白娘子是谁呢？就是戚亚仙老师的得意弟子金靖。许仙呢是由杨文蔚演唱的，两人合作的精彩指数高不高？用掌声回答我。是风雨东走光，金山托众生，西湖花泽去乱旋，以为是夫差不在东。恰不了月黑风不晴，
指望亲父儿长大，才能了传遍娘为宗。今以为温暖能今日苦相对离落儿面孔，而无此离散当是疼啊，娘悲去心乱意朦胧。
小孩生日需老金，还长大夫人娶娘太姥姥。没错，时辰一到，我将你整得雷峰塔下，永不超生。黑帮雷锋保持大人。呵呵，只要雷锋他到，自非西湖水quân。生于不仁呐，爱决定。我不生儿心碎，我若生儿不应。你故爱到死生子，生儿要回还一生恩，生郎啊具体举人与何用？求你替我把旨意定。
员工，病人身子不适，不能奉陪，请家员工见谅。娘这王爷少想拜了，请使他因故方便。家员工，病人久病无法，不能开门，你还是回去吧。即是此，愿再受告辞无名山。他不是沈贵生，世上多少新真人，我认识他沈贵生，字句里是无三生，看起来沈贵生就是我母亲娘啊。
18年来平。这首印呢是戚亚仙老师和毕春芳老师合作的久演不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保留剧目。在90年代呢，这部戏还获得了金唱片奖。那么其中的三杯酒这段唱呢，可以说是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3对7臂组合来共同演唱这个三杯酒。组合是非常有特点。对，那么这个3位王千金呢，分别是南京市越剧团的朱令，还有浙江省上虞市越剧团的王菲菲和嘉兴越剧团的戚继先。扮演林昭德的呢是静安越剧团的徐文芳。杭州黄龙越剧团的孙建红和余姚越剧团的阮建荣。是此也得是少月，早得归尽谁心头。
大地。齐亚仙老师呢，在几十年的舞台生涯中呢，跟很多优秀的小生都合作过。那么我们不能不提到著名的越剧的表演艺术家徐玉兰老师，因为徐玉兰老师呢，在40年代就跟齐亚仙老师合作过一出非常有名的戏，叫做《相见泪》。哎，说到徐玉兰老师，我听说这个齐亚仙老师还是徐玉兰老师的原配夫人。别瞎说，徐玉兰老师的夫人是王文娟老师，这是有事实根据的，你知道吧？啊，为什么？因为呢，这个齐亚仙老师呢是徐玉兰老师啊自挑大梁这个组织玉兰剧团时候第一位搭档合作的头牌花旦。哦，所以叫原配夫人。对啊，那直到这个90年代呢，我们这个徐玉兰老师啊，在拍摄电视纪录片《玉兰艺术集锦》的时候呢，还曾经又再度邀请了齐亚仙老师与他合作《相间泪》的这个片段。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徐玉兰老师的得意弟子，那么就是上海越剧院的副院长、红楼团的团长、著名的徐派小生钱慧丽，和齐亚仙老师的女儿傅杏文合作演出《相见泪》的精彩片段。
富裕公子己，小姐，你看谁来啦？目光皎洁，晶娇嘞，相别不语相思人。泪一盘君中泪，苦与随风你这封信写得太凄凉梦中我夜夜到中边，等夜里杀谷子头读书边，音信过来人家不见。我只有千里迢迢将你寻，盼与郎君见一面。很小心10万花钱来卡点，恨一生就是的翠红的心可变心，年年收到你心一封，时时句句随情啊随情是句句说到间，层层芒刺我心间。你说到旧日的恩爱是一了，做郎从此莫相恋。你说到翠红琵琶将琵琶，重叠之人云云分明。你劝我莫再痴情恋往事
请问这封信是假的？这封信是假的，假的。这封信不是你写的，这封信不是我写的。你不信，我们可以来对古笔记。你看。没有家人，老君，老君你一去不复返，我随用落人无知一小人，哭问妈妈心上。家因逼我家亡生，因此我今日一把里抱着一枪痕，忍着一身病，千里将你寻。姐们，你怎么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只要你在我的身边就好。最后你醒醒，最后你醒醒啊！最后，那我们之间什么都忘了。不，最后我不是在你身边吗？不，我不能在你身边，我要走。最后，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啊！陪你从遭苦难，这家心听说是有思想，起心惊。两草山，谁人看的我却进门，因而是光明夫妻不相关。请问这是为什么？此生之去情彩红，哪怕是你是狂澜
好，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大家欣赏就是非常有名的一段戏，就叫做《秋海棠》。那么大家都知道，秋海棠呢是齐亚仙老师呢在芳华越剧团担当二尖花旦的时候呢，和尹桂芳老师搭档的第一部戏。那么也是从《秋海棠》这部戏开始，齐亚仙老师展露锋芒，展示他作为一个角儿的特别出挑的一种风采。是这样。那么今天呢，在这样的晚会上呢，我们将再度重温《秋海棠》的精彩片段。那么今天的演员是谁呀？请出的这对生旦组合含金量也很高，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优秀尹派传人、上海越剧团一团团长、越剧王子赵志刚和金靖共同上台演唱。我是罗女士，对不起，留你一人在此太寂寞了。不，我看这里的事话，一切都布置得这样雅致，真不为官道寂寞子
真的，这里要比那远征水师的公馆好得多了。那边的公馆好风光，一旁富丽玉堂皇，门口热闹多匆忙，红巾威风与武装，凭他多少富贵气，我是一点也看不上。比起公馆我心伤，公馆好比是苦糠，公馆好比是地狱。地狱遇上一女郎，这可怜的女郎就是我，她是没有脸，两来反抗。他面前长舌环，笑悲痛苦难以讲，只有身根都失去，没有欢乐希望，他做了人家的一塌塌，安日眼泪不时生死虽然很相同，身份恰是一张相，我是一个唱戏子。君不敌，不，你不是一个姨太太。那我该是个什么人呢？你是个玉衙门，你中衙生，你是个良家女，亲
龙凤城，你怎配做我的自己红心？你看到没有？今天是掌声一浪高过一浪，节目呢也是一个赛过一个，非常的精彩。其实我知道大家把戏看到现在呢，还特别想看一个人，想见一个人啊，那就是戚亚仙老师跟戚亚仙老师搭档合作50多年的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毕春芳老师。告诉大家，现在呢，毕老师已经等在这个后台了，我们用今晚最热烈的掌声，请他出来好不好？有请毕老师。哟。毕老师以一贯的这种健步如飞的姿态走了出来，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他。我知道啊，毕老师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出名的大美人，如今虽然是70来岁了，还是这么漂亮，叫多光鲜，多挺过啊！哦，就变老太太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给毕老师了，好不好？让毕老师有很多心里话想跟单独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对话，好吗？今朝子呢，我真是。蛮感动啊，蛮高兴，是吧？百感交集啊！参加搿能样子一个这个纪念演唱会啦，非常有意义。作为我来讲呢，我是老七个，50多年的半个世纪以上了，那是金婚，都是是这个阿拉舞台上的老伴侣啦。对对对。那么我来参加是义不容辞的，但是现在看下来，介许多人来支持，还有介许多观众也来支持，可是我是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还有呢，我今朝我觉着，阿拉个组织这代人啊，演出还是非常辛苦啊。演出这2场，也是好辛苦啊。还有今朝听到阿拉自家个乐队个有阿拉个特色，下去有的亲切感。但是老七呢，人虽然过世了，但是伊这个声音啊，也辣广大人民当中的流传。哦，也一直在您的耳边回响着。一直在我的耳边，根本呢，不相信呢，听听看。啊，哟，真是。唱了搿段唱搿白茶山，当初我们是连演3年，是吧？经常演出来了，观众当中深有印象。今朝呢，我为了怀念嘛，伊唱这个几句，我想着接下来这个就是白茶山当中断桥的一段，我接下去也唱一段，好吧？娘子。娘子
老师，您可不能走啊！观众朋友说了，马上就要过年了，对不对？过年大礼不要，他们就爱听您唱，对不对？再来一个好不好？掌声欢迎！谢谢大家掌声对我鼓励。实际上嘛，阿拉是老了，要靠青年一代了啊。既然搿能样子呢，葛么我呢就再来为大家演唱一段。我来唱一段，就是《梁山伯乱弹会》当中开头几句哦，表表我的心意啊。余兄乃是特地到此，一来与沈伯大人请安，二来想望望你家九妹。是啊。